年3月19號晚餐，煮番茄蛋加帶子飯，切定啲番茄一陣炒，呢個浸下先。廚餘先炒嗰啲番茄先，準備晒蛋漿，呢個廚餘落咗湯先，留下燒少少麻油水，落多次湯，因為幾酸，而家好啲，加少少菇都好，剪細佢。第二次加多咗少少水，咁就開始差唔多腍啦。因為可能擺咗幾日個番茄，落埋呢個，之後再落埋蛋，水可能太多，而家加翻啲生粉同埋熟粉，差唔多啦。加蛋，番茄蛋湯變咗湯，推下推下，差唔多得就熄火，繼續推。成日唔記得落芝士粉後加，然後加埋葱，唔記得落辣椒粉，加埋辣椒粉。夠唔夠味？夠味。食唔食得佢腥味？係啊，帶住腥唔腥啊？我唔腥喎。我都冇聲 ，OK。